6年前，我只係一個喺網上教英文嘅普通女仔，我從來冇諗過有一日我會創立自己嘅教育公司。Hi，我係 Connie，而家係 Coachability Education 嘅創辦人。呢6年，我由自己一個教英文到建立一個香港教育團隊。呢個系列我會分享我由老師變成創業者嘅真實經歷，包括成功、失敗同埋背後冇人見到嘅故事。但其實一開始我完全冇打算創業。嗰陣我喺英國讀書，開始做網上英文老師，最多試過一日教10幾個鐘，教完學生之後，凌晨先有時間寫畢業論文。學生慢慢多咗，但係我開始發現一啲問題。當老師教得越多，平台收取嘅費用就越高。更加令我困惑嘅係，有時平台提供嘅教材未必真正適合學生，但老師好多時冇太大空間去改變。我開始問自己，如果教育係關於學生，點解老師反而冇聲音？所以我做咗一個當時連自己都覺得瘋狂嘅決定，我想建立一個自己相信嘅教育模式，唔係因為我想做老闆，而係我想證明教育可以更加有互動，更加人性化。但我冇諗過創業第1年我就蝕咗幾萬蚊。